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30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中昼国道3号上北关庙田寮路段发生无载人游览车并车，这司机送病院了后，有关不幸过往。屏东明阳大火造成1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检方今日起诉董事长总经理等人，求处上单5年有期徒刑。高雄有一名警察和诈骗集团交结，泄露民众雇主，甲诈骗集团成员安怎闪过警方追查，目前人已经放声压路。今中昼伫国道3号上北关庙田寮路段，有一台游览车并车并落去山脚，这警消出动器材，把这车壳撬歹，把司机救出来，送病院了后，有关救无回来。初步了解，这个司机平常时也是个驶豪车，因为顶日载人骑去高雄顺线休假，明仔载就要登去上班。今仔日是规台车是无载人，空车上北要登台中，煞伫咧半路并车，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各道的边坡因为弄个真大力，已经变作金属的脆片。拖吊车的业者第一时间嘛，较紧甲救护人员讲事发的地点，因为一台游览车唔知什么原因，哪驶哪冲过去边坡。家属哥你内底无？内底几个人？好可疑。现场伫国道3号往北的路段364.9公里处，救护人员到的时阵，车是已经顶伫边坡遐，车顶无其他的乘客，干那细层的驾驶受困伫车内，人救出来了后，发现伊无喘气、无心跳，紧急送病院嘛是死亡。现场只有一位司机，然后司机我们救出的时候已知欧卡，由我们的国人脚踏车后送新化分院急救。游览大客车不明原因冲出路外，翻覆于边坡。查现场车上仅有驾驶1人，真姓男子，53年次。警方讲游览车并车的原因，搁会调查厘清，后壁嘛透过大型的吊车，甲游览车吊离开，而且排除状况。初步了解，细真的查甫人，敢若主要是咧驶豪车，前2天载人开去高雄，顺线登去屏东休假。31要出班走车，则伫咧30驶空车回程，要登去伫咧台中的公司，所伫咧半路并车死亡。敲电话来查证，公司敢若讲已经派人到场，相关的代志嘛会来追踪处理。但是拒绝受访回应，甲目前为的疏失，也是疲劳驾驶，拢爱等警方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伫半暝12点外，新竹竹北有一对翁仔某因轮流洗身躯了后，却发生一氧化碳中毒，随送病院。这翁婿抢救了后救无回来。警方认为，当即户甲人露台加按一个窗仔门，敢若开一棚仔镜尔，可能是这热水炉的加速小不小完全，空气无流通，才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赶去人家厝救人，新竹县一对翁仔某半暝洗昏睡了后。若像热水炉燃烧无完全，致使一氧化碳中毒，一个人昏去，另外一个人司机无力。送病院了后，落尾手也是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其中翁婿血液内底一氧化碳的高度是超过63%。阳台有加装窗户，虽每一扇窗户都有开启约15公分的小缝，但不足以让室内空间有良好的空气对流。这个事故发生伫30透早，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去竹包这个徛家，发现因热水炉是安伫阳台，阳台有窗仔门，不过敢若开朝细棚仔镜，空气未通透。也若伫新北市汐止，嘛有一间徛家4个人因受到一氧化碳，身体无爽快。虽然热水炉是安伫阳台，嘛有对外的窗仔门，不过全部拢用亚克力板仔封起来。根据消防署的统计，一部冷气团来了后，报告月以来，全台湾都发生5件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有10个人送病院，1个人死亡。你会装窗，你会晒衣服，你会堆积一些箱子，一些有可能让阳台的空气是不流通的，可能会蓄积这个一氧化碳。然后这一氧化碳，它是一个，它有可能会往室内去乱窜的。岛上大部分的民众会将乡下厝的热水炉安伫阳台的，不过却较无要意到空气循环的重要性。
消防署指出，两台嘅安窗仔门，就算全部甲窗仔门拢开开，空气嘛有可能无够通透，除非热水炉会当强制排气。过去这几啊年的数据，有关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件，有八成主要的原因，拢是室外型热水炉安伫通风无够好的场所所致。屋主通常都是说：“师傅，我这边有一台热水器，你可以帮我安装吗？”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山寨机，就是从大陆进的，它没有通过认证。如果是要安装在室内的话，还是都建议装除热型或是顺热型。那拄到民众坚持加加速型的热水炉安伫浴间啊、灶骹等室内空间，拢会去互水电师傅当场拒绝。都惊若乌白安，便若出代志就要担责任。毋若是使用热水炉爱细致。包括香甲水的烘炉、加加速炉等等的设备，嘛会有燃烧无安全的风险。若伫厝内使用，都要尽量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民雄大火造成4个消防警官在内，总共有1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检方今日宣布侦查终结，依照过失致死、过失伤害等罪嫌，甲董事长刘安和总经理吕英成起诉，求处上当5年有期徒刑。另外，还有4个人求处4年10个月到4年8个月不等。警消人员出入入，大火过4个月，民用工厂外观也未开好，监委下落来调查。上时屏东检方宣告终结，起诉董事长刘安和，拢总6个人。一场的 C40P 架桥剂数量达到3000公斤，而且因为存放的环境不佳，导致化学反应蓄热温度不断升高。于112年的9月22日18时0分09秒发生强烈的爆炸以及起火燃烧。屏东民雄去年9月2日发生大火，造成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检方调查董事长刘安和拢总6个人，因为无顾工厂的安全管理失妥当，涉犯过失致死、过失伤害这罪嫌。身为董事长的刘安和，另外违反职安法，6人互分别求处5档到4档8个月不等的刑期。其中刘安和甲吕英成拢是上档的刑度，5档的有期徒。公司法人部分，民用公司嘛，互依照违反职安法求处上档的刑度，拢总30万的罚金。会持续的进行这些相关的改善，不会回避相关的责任。那民航公司在这边呢，再次的对本事故造成的影响到的同仁、消防人员还有社会大众呢，致上12万分的歉意。律师们都会努力帮我们争取啊，但是就是还是尊重司法的安排。民雄大火受难者包括4个拍火兄弟，另外有14个消防员受伤。民雄正式互起诉，消防员是平常心、照常训练布置水线，甘那希望刷落来判决甲处理会当互受伤甲受难的同事有应有的补偿。记者屏东报道。过年前，总统蔡英文去到平湖建备部队缅列国军，而且颁发加菜金，也出席五德营区启用典礼。这是政府新安全案外岛地区头一个新起的营级部队自用营区，要互官兵带搁较舒适的环境。蔡总统也强调讲，未来政府也会继续扩大对国军的支持。队形。无记中国由暗转战。利用直升机要占领五德旧机场，平湖陆军机步营模拟反机港演练，先用无人机做电子干扰，再搁由 M60A3战车做火力的压制。48公里，最大越壕宽度国军演练着人入侵，国防部30公布侦查到9架中国军机，4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再搁有1粒空飘气球伫离家人西边75海里的所在，国军拢用严密监控甲应用。在离岛平湖第一线的国军感受是真深，因为现今两岸的情势也是比较紧张。对，那我们身为第一作战区的国军弟兄，那就是要每日就是秉持着那随时都会上战场的一个信念，然后去做这些训练。总统蔡英文伫新疆进前去平湖战备部队甲国军鼓励发加菜金，嘛去五德营区参加启用典礼甲剪彩，这嘛是国军外岛离岛头一个完工营级部队自用营区。蔡英文强调讲，政府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就是要打造更加精实、更加现代化的国军。今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历史新高的6007亿，这不仅代表政府对国军的重视，也是对国军照顾的承诺。那么未来政府也会持续的扩大对国军的支持。我们澎湖的部队位处重要的战略位置，各位都是身负重任。
除了加强训练的内容，政府嘛透过乡安专案改善旧营区。五德营区新起的大楼是靠2型的配置，会当阻挡外人的过风，甲热人洗脚日。所有房间拢采套房的设计，希望会当让国军有更较好的空间。总统嘛感谢国军伫过年的期间坚守职务，让咱国民众会当安心过年。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伊的行政院长人选，外界拢伫咧关注。昨昏赖清德伫网络节目当中，嘛有讲到未来规划，讲行政院长甲各部会这个部长人选，袂全部拢用民进党的，会邀请各界人才。讲目前心肝内已经有人选伫咧考虑啊。大选过后，有美国访问团来台湾，这摆是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包含华裔学者伊无村顶人，向副总统也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表达祝福。Hudson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President Tsai, and we hope to continue the relationship. Your new role as President of Taiwan is among the most challenging in the entire world. The experts at Hudson Institute stand ready to help you.And us, America, if you need us. 美国专家学者表示，乐意伫赖清德任期之内提供协助。赖清德新政府布局主要挑战，就是伫立法院无过半之下，维持朝野关系稳定执政。所以第一任国会甲内阁成员必须关注。赖清德也第一摆透露，人选未完全是民进党，会邀请其他政党的好人才。只要好的人才，不管他是在其他的政党表现杰出的人才，其实我们都很乐意去邀请。现在有好几个在思考，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可能的国会人选目前各界点名，包含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清平台董事长陈丽君、前民进党主席杜荣泰，加来竞选总干事潘明安，拢是有民进党的背景。不过无党派色彩学者，前 WTO 代表朱敬义也是被认为是可能的人选。只要符合民主大联盟原则的优秀人才，都可以纳入内阁团队。相信赖总统会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眼名单。我觉得他只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他这样说，嘴里面这样说，但是他会不会要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这个拭目以待。另外，立会对赖清德以民主大联盟原则组建内阁团队乐观其成，不过纳会是保持积极的态度。因为伫赖清德有实际行动进程，爱静观其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新国会专题为大家介绍咱国内头一位区块链立委，伊就是国民党不分区名单排第3的郭如君，伊是台大资讯多媒体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也有经营 Podcast， 放送上界新的科技发展，互人合作报博士。伊讲区块链稀稀货币伫台湾拢互人当作是诈骗的摆摆，但是这新型科技是世界潮流，未来入到国会，伊打算透过立法阻挡新型科技做买代空芳，结合台湾人的优势，让台湾行出另外一片天。听宝博朋友说了吗？注心最新科技的民众对这个声音一定袂生分。伊是合作保博士，台湾大学资讯多媒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的郭如君。伫即摆大选，伊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第3名，互人形容是台湾头一个区块链立委。郭如君的专业专长伫区块链、虚拟实境这个领域，伊认为台湾面对新科技虽然有优势，但是反应无够紧。数位的看唔到、摸唔到的物件其实反而是更适合台湾我们到区块链的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去建造。我们不需要有更多的土地，我们可能还可以发挥比其他地方更厉害的这个建设建造的能力，去吸引全世界的人。区块链有足侪人都想讲伊是歹物件，政府嘛是有点紧张。区块链是一种资料库的技术，透过去中心化的储存方式，确保内容安全。虚拟货币就是一种应用方式，但是伫台湾讲到虚拟货币，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诈骗，例如一寡新型科技互人污名化。郭如君讲，未来伊进入国会，伊打算透过立法，消除利用新型科技做歹代的空芳，结合台湾的人才优势，让台湾行出另外一片天。企业
的这些智慧，不管是个人资料、财产，如何能够防范它的资讯的安全，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规范设立出来。虚拟货币的主管机关金管会过去捌发文讲，虚拟货币无内涵价值，而且有洗钱甲诈骗的风险。过来是以洗钱防治法定的法律来管理，但是美国是立法案管理区块链甲虚拟货币，而且又通过虚拟货币的 ETF 这款投资商品，迄是台湾目前对这款新型科技有较保守。甲如果认为民众中央虽然对新科技有疑虑，但是也要看准机会，对时代行，重新认摆这款新型科技。如果台湾通安怎在科技潮流当中发展？记者龚正随台北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家己的健康。讲到这新冠和流感疫情，这礼拜拢未来到高峰啊！新冠顶礼拜增加64例死亡病例，是这5个月以来新冠。而且 JN.1 已经变作是台湾新冠主流的变异株咯。要拿这疾管署是预估寒流过后，这礼拜类流感和新冠疫情拢会来到高峰。另外，顶礼拜流感出现今年一个上届少岁流感死亡个案，是一个外岛3岁查某囡仔。以流感引起脑炎，住院3礼拜，有关不幸过亡。最近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流感的威胁是袂当大意。顶礼拜全台门急诊类流感就医，914000外人次是10年同期的第3关，而且增加8例流感死亡的病例。其中离岛有一个3岁细汉查某囡仔，本身无慢性病史，嘛无做过即季的流感疫苗，伊1月初发病，住院3礼拜嘛是因为脑炎引起呼吸衰竭死亡，变作今年会上细的流感死亡病例。脑部影像学检查认为是可能怀疑是脑炎，后来在加护病房之后，后续治疗，但是病况还是持续恶化，最后在1月下旬过世。另外，新冠疫情嘛，伫个高原期，顶礼拜增加64例死亡病例，是最近5个月以来的新冠。而且要4礼拜的检测发现讲，本土验出病毒株 JN.1 是超过50%，已经成做咱国的新冠主流变异株。疾管署预估，伫寒流过后，这礼拜类流感和新冠疫情拢会到高峰，而且伫过年了，新冠疫情阁会有另外一波的高峰。春节后因为人潮的拥挤，还有南来北往，以及这个新冠的变异株，目前已经改为 JN.1为主的一个趋势预估在春节后，这个新冠人可能有另外一波的一个高峰。另外，为着要顾到过年的时阵，民众看医生的需求，疾管署奖励院所来开呼吸道的特别门诊，已经有157间病院，规划要开1165诊处，比英国开的诊处拢较侪。民众会当伫各地卫生局的官网去查。为着应国际上新冠疫情庆悬，疾管署除了伫个桃园机场、金门小三通的港口、和高雄的小港机场等等，提供出入境的旅客自由去领新冠家用快筛。对2月初1开始，佮增加马祖的小三通港口，嘛提供大家人会当领1盒家用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要过年啊！观光署统计过年期间饭店的大房比例平均才42%尔，偏去年是佫较歹。有学者认为讲，可能是因为这欠工，加上这饭店房间数量开不出来。另外也建议讲，应该趁过年期间评估这风景区的观光状况，赶紧检讨国内旅游的改善方案。后礼拜就是旧日过年，今年过年连续假期有7天，真侪人真早就传好要出去耍。之前疫情的关系吧，大家被关太久了，对吧？那现在有机会的话，当然是会想要跟家人或朋友或出国玩会比较好。出国，因为你在台湾那么久了，其实看得差不多，而且一方面花费会比较高一点。观光署统计显示，若是自过年前1天开始算，春节的前6天，平均订房率上悬的是苗栗县6成。过来是嘉义县57.75%，南投县56.17%，台南市是52.22%。所来照顺序是云林、花莲差不多5成。若是算规个春节的期间，平均每天的订房率是42.94%，甲去年同期比是下半。较于往年来说，大约有1到2成左右的落差。那我们认为最主要还是有蛮多的客人选择出国。第二个部分呢，主要是因为今年的过年假期落点在寒假的后面，一结束过年马上就要开学，所以有蛮多的家长仍然是还在观望。相较于去年的连续假期9天整体的住房率相比较的话，只差了1.46。观光学者认为，今年旅宿欠工的问题真严重，真侪饭店根本就开不出房间。虽然是对订房率来看，各路市场复苏的情形是无够准，
所以会当看娱乐区、风景区的连锁。伊若各路想要吸引更加侪人客，而且有新的吸引力。这种比较传统式热门的景点，它也不必然会受欢迎。大家会希望去找到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如何去创造一些不同的亮点？大家建议，若拄到过年过节的返乡的高峰，各地方政府会当规划有特色的套装行程，吸引民众回乡兼旅游，带动在地的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年尾，台南社区大学的台江分校有办一场台江宴来写平安念歌诗。料理班的学生和老师呢，用在地食材做出这台江的新菜色。另外，作曲班的这个学员上台表演，用母语创作歌曲，唔那传承文化，也甲台湾过年气味吹倒转来。放感情落去，甲歌唱甲真有感情，佮烧脑，互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这阵边境会头60岁时代，唱的拢是因家己写词谱曲的作品。长期来，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拍拼发展一村一标一乐团，也开作曲课程，通互人来学习为故乡土地写歌技巧。到代拢总累积700条歌。会当写家己的生命故事，嘛是会当写咱所看到的。外口生活的时阵，拢讲国语，重新了解台南我的故乡，学习家己的语言，作曲的时阵来表达家己的感情。一句一句安怎写，一个音一个音安怎写，安怎若是添入去啊，好安尼，大家人照方法安尼慢慢啊做，大家人能做出好听的歌。这场台江宴主要要写平安，见证200单圆满。各顶澎湃食米，拢是料理班的师生研究出来台江新料理。上讲用沙巴鱼丁海产结合四季米来炊汤，总铺西讲这内底会当食到酸甘甜的气味。煞尾用佮放出用柑仔米干甲红葱头经发的台江平安饼，互人看甲喙脑插插的，有代表新年平安顺遂的含义。以咱遮在地的沙巴鱼为主，安尼包括沙巴鱼的鱼皮嘛会做起，规只鱼嘛会做起，鱼饼嘛会做起，佮后壁迄个鱼丸代表圆圆满满。过一个台湾的平安年就是安尼，大家当用在地这食材来料理，食咱在地的味。二来是咱会当来学习，为故乡来写歌作曲。哦，咱过一个年其实毋是欠食，是大家欠迄个人情味，欠迄个文化味。头一摆因大家伫古厝大厅食到听人唱歌诗，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执行长认为，这是文化传承真好的方式。不论是谱出土地声音，也是用料理打造在地特色，希望通继续甲台江十大寮的文化影续传承落去。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俄乌战争伫后个月就满2年咯。不过这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金属拢卡掉的。拜约秘书长29就去访问美国华府，回国会就爱投放支援乌克兰的预算。伊也讲到中国当咧关注美国和北约的反应，今仔日的乌克兰真有可能就是日后的台湾。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29访问美国华府，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两个人针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表达坚定的支持。因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目前互冻结，两个人催促国会赶紧协商。布林肯佫提起，美国甲北约成员国一直对乌克兰国防安全贡献真济，讲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免等偌久的代志。And whether it's military support, whether it's economic support, whether it's humanitarian support, the burden sharing that we've seen in the case of Ukraine has been more than exemplary. 斯托滕伯格点出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烦恼，伊表示美国甲北约安怎借由提供武器甲援助，应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关系到台湾未来处境。We see how China is repeating and spreading the same narrative about the war as Russia. How China has failed to condemn the illegal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oday it's Ukraine, tomorrow it can be Taiwan. 匈牙利外交部长伫同一天拜访乌克兰政府高层，讨论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群的权利。乌克兰为2017年开始要求学校用乌克兰语教10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互匈牙利批评剥夺境内匈牙利族群讲母语的权益，一直到2023年，因为要加入欧盟的压力，乌克兰才放宽这个限制。
Azt kérjük, hogy a kárpátaljai magyar nemzeti közösség azokat a jogokat kapja vissza, amelyekkel 2015-ben már rendelkezett。后面顶个月针对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进行表决，匈牙利是为好国的成员国，地属进度卡掉的。不过匈牙利政府这礼拜就表示，对使用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是持开放的态度。公司新闻牛眼编译。美国歌星泰勒斯最近也变作是网络画面假影片受害者，连美国白宫也出手要插，要来关这个假影上路。不过，这个社群平台处理速度却是伤过慢，引起批评。但是，这 AI 相关的立法，搁再引起众人关注。针对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 AI 伪造本案的相片，最近出现伫社交平台的问题。进行叫做 Twitter 的 X 平台，即嘛已经组织用户搜索任何有关泰勒斯的关键词。不过 X 平台处理的速度伤过慢，和 fans 批评。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其中有一张泰勒斯被伪造的本案相片，已经被看过4700万遍。一直到17点钟过了，才伫咧2个被删除，相关口座才被停权。专家认为，生成式 AI 所制造的犯罪问题，即嘛已經無法度回避。All of its application has been in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So the Taylor Swift case is a really ugly version of something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e main targets have been women. Explicit synthetic images targeting not only celebrities, but average people, particularly women, has been a problem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generative AI platform. I think the fact that X has now just reduced visibility on searching for Taylor Swift shows how bad of a problem it actually is.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do right now is try to prevent people from looking for it. 伫这边泰勒斯亲为学生的本案相片，有部分是用微软的生成式工具。对此，微软表示已经采取行动，设置保护机制。泰勒斯的假相片风波也引起白宫甲美国政治圈的注意。但是伫即马，美国只敢有9个州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伫咧联邦政府层级是也无相关的打击 AI 生成图片的法律。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提出相关的立法，进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的阶段。泰勒斯唔单单是乐坛的成就，就连甲美国卡球 NFL 球星上新的恋情也带动话题。想要伫今年11月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打算复制4年前的模式，争取泰勒斯的支持，希望会当伫咧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其中一站上台。另外，伫意大利的数据保护局29宣布，已经通知 OpenAI， 讲因的人工智慧开讲机器人 ChatGPT 违反欧盟资料保护规则，至少有一项是涉嫌侵犯资料隐私的行为。有微软伫咧制作的 OpenAI 有30天会当提出抗辩。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日九伫咧墨西哥市的德牛场举行解禁了后头一场的德牛，内面这观众是坐甲甜甜，场外要示威人士伫咧抗议，要求这款活动要永远禁止。墨西哥的动保人士行起伫街路，大声发支持公牛、反对德牛的口号。抗议海报顶悬写讲：虐待不是艺术，嘛不是文化，要求永久禁止德牛的活动。如果是墨西哥市德牛禁令解除了后的第一场德牛，42000个位是坐甲满，场内的观众正大声在喝休，比赛的气氛真紧张。场外抗议的活动嘛一直唱悬，搁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Yo soy muy partidaria de los derechos de los animales. Esto, la verdad es que es demasiado sádico. Estamos en contra de la tortura, de la matanza, de que sea un entretenimiento y que se aplauda, que se protejan. No puede seguir siendo esto en el pleno siglo en el que estamos. 墨西哥市第2022年禁止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的德牛活动，但是去年12月，墨西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大翻盘，因为讲动保团体无法度证明德牛会造成随着发生，而且无法度挽回危害，禁止德牛嘛会限制相关产业人员的就业权益，决定取消禁令。Bueno, la importancia de la cultura taurina en primer lugar es el toro está en el centro, es una raza que se cría para esto y además, bueno, como verás la derrama económica, la cantidad de trabajos
que genera el toro, o sea, es muchísimo lo que se mueve. 墨西哥所有32州内面，目前有4州是禁止德牛。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捌提出讲，墨西哥市针对敢要准德牛有举行公民投票的可能性。根据统计，德牛在墨西哥创造20多万的工课。德牛的产业当年有要4亿美金的产值，大约是120多亿的台票。但是最近几年，反对德牛的声音愈来愈大，反德牛团体希望在来几礼拜内，关于落尾会当做出对因有利的判决。这是新闻讲文编译。国军今仔日伫屏东进行连续2天的过年期间加强战备，由空军第6混合联队大型操演，出动主力军机 E2K 预警机、P-34 反舰机、C-130运输机，现场演练 P-34 反舰机安飞弹，反制中共军舰扰乱台湾。空军表示，讲继续准备恢复能量，展现捍卫领空的决心。那意图目前的话是保持100尺的低空冲场。飞燕关岛港100英尺科研加速技术，E2K 预警机低空冲场，模拟低空反潜的一个任务的操作。P-34反舰机嘛对后演练低空冲场，国军展开少年2天春节加强战备，30由空军第6混合联队拍头阵，派主力军机 E2K 预警机、P-34反舰机、C-130运输机。拢总3型5台执行大枪行路、低空定飞、低空慢飞、触地定飞这些科目，这拢是飞官逐工操练的基本功夫。运用战术动作，让尽量在减少在高空的时间，运用大速度高度的情况，然后均速俯冲来做一个战术落地。班员摇晃弹体。地面警员为 P-34反舰机建立装挂小鱼飞弹，这粒近距离空对地飞弹会当攻击水面舰地面堡垒，也会当挂鱼雷鱼车飞弹，让 P-34具备海上巡逻、侦搜一家对陆对艦攻击的能力。中共军舰一直扰台 ，P-34担负反舰重大责任。我们会透过空作部的一个直管，那受令来执行相关西南空域的一个训练以及相关应对的一个行为。C-130运输机会当投入外里岛运补，相反后送。去年杜苏瑞风台침台 C-130载运台电抢修车到金门进行复电甲抢修，不过已经服役30年，机能老旧，需要性能提升。在空军的话，能够出 ADID 的机种，130是之一的机种啊。那因为我们的目前的电子仪表还没有1化，那我们希望能够做电子仪表还有各个装备的升级。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检方调查网络诈骗案，发现一个20多人的诈骗集团，内面竟然有一个成员是高雄市的警察，伊涉嫌和伊的小弟在内的这诈骗集团成员交结，那泄露民众资料予诈骗集团，佮指导大家安怎闪过警方追查。目前检方复讯了后，已经把这个警察声压了。面册大本钟高薪找人恐惊是骗术，小心人财两失。高雄市林派出所县长的关键有丰富阻止诈骗的经验。不过云林地检署去年侦办诈骗集团车手，国内调查意外发现县长的关键好亲像涉案。检察官29指挥调查站，加廉政署罗南所查带回县长的关键集团成员等8人透明精神，并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诚信远景。经本署调查后，发现其有勾结诈骗集团，并有泄密之嫌。从112年开始侦办后，已陆续起获集团成员20几名。至于诈骗金额，目前还在统计中。检方表示，29岁姓陈的关键小弟都是主嫌，姓陈的关键唔拿泄露资料予集团，佮担任军师指导大家安怎闪过警方的查缉。去年开始伫网络用现金买虚拟货币投资的方式诈骗，每个月诈骗所得的金额达到5000万。成员则佮抽2%至4%的不法抽成，初步估计集团不法所得差不多2至3亿。诚信远景等4人。分别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泄密、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认为犯罪嫌疑重大，携有逃亡、灭证及反复实施之余，于今日凌晨
向台湾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检方认为，姓陈的兄弟姓刘、姓林集团成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组织犯罪条例、泄露秘密家当诈欺、洗钱防制法等罪嫌，已有套口径逃亡一再实施的顾虑，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3日下晡召开羁押庭，到下晡5点半为止，还佫伫审理。林恒分局嘛随召开人评会，决议甲姓陈的员警记2大告免职，并听报市警局协定。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抓到洗地主嫌为主的洗钱集团，因利用假投资虚拟货币，甲人诈骗，再去实体店面交易洗钱。警方进前伫台北地区10个点搜索，抓到洗地主嫌等10个人。过程当中，拄好一个姓叶的查甫人，诈100多万现金要来交。初步估计，这受害者有40多人，金额有到6400多万。警方去诈骗洗钱集团的据点，逮捕几个人到案。刑事局侦查到洗钱集团的案件。这个集团从去年7月份开始，利用社群平台开出虚拟货币投资的信息，邀请受害者加入咱的群组，用假投资平台骗人投资，一直到受害者无钱阁攻略，嘛无法度出金，才发现去互骗大耳。被害人点击这个投资广告的时候，他们会被拉进一个投资群组里面，这个假 app 最后会产出一组钱包，他们只能看不能拿，里面的钱根本就是空的。他们会引导被害人到一个特定的假币商那边来做虚拟货币的交易。初步估计受害者差不多有40个人，财务损失总金额有到6470万，其中一个退休的查某保险经纪人，故意一个人就了2000万。警方23去台北、新北等10个所在搜查，抓到姓陈主嫌等10个人到案，内底一个姓叶的车手，拄好诈100多万来交钱。洪以现行犯逮捕，查获正经嫌犯等10人，成效良好。叶姓男子至现场形迹可疑，当场查获叶显前来交付赃款116万元，现场共查扣现金131万元、笔电、棍棒、开山刀、防弹衣及帮派象征画等赃证物。这个集团信后会以刑法诈欺罪、洗钱防制罪来移送。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去年的诈骗案都是以假投资的形态占上济，财务损失嘛上济。过来是假的网络拍卖，还有改图分期付款。所以提醒民众，投资一定有风险，都要以政府有认证的管道来进行。任何讲是内线交易，稳赚无了的，百面都是诈骗。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通过台中捷运南线总经费1615亿，以过12笔完工。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表示，这是大选了后的民意，感谢中央愿意有作为，嘛搁再向中央发声，继续争取台中捷运通到彰化一股南道。台中捷运南线综合规划，行政院29号晚暗协定通过。台中市长卢秀燕30号早起伫咧市政会议宣布好消息，伊认为甲今年初总统立委大选展现的民意有关系，感谢阚秀瑞阁及时回应台中市的需求。现在看守内阁期间，那他们体现到这次选举完所产生的民意，愿意有所作为。那我们会尽快的跟中央来确认相关的讯息跟相关的计划，然后我们就开始会进行庞大的作业。台中捷运南线总共24.8公里长，驶去台中港，东边到台糖生态园区，设有20座车站加1座机场，总经费1615.14亿，中央分担675.59亿，地方是自筹939.55亿，协定了10年完工，会当甲绿线正做12路网。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协定拖延主要是台中市府沙鹿路桥段设计错误，目前中央甲地方已经达成修改的共识。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设计，必须更正。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案，那么跟台中市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会拆掉台湾大道，变成平面道路。那铁路会采取高架化，那加上捷运在第3层，将来兼顾车站的进出。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规划南线沿线有18位的联合开发案，但是有7位的地主表达无意愿，会持续来沟通。学者建议应该多召开说明会，采台中运输导航型发展 TOD 的方式开发，吸引人潮，提高台中运输使用率，也对中捷的财务有帮助。地方政府要负担的经费也蛮多的所以我建议可能要多召开一些协调说明会。让这个相关的地主呢，也可以去了解我们捷运车站呢，如果用 TOD 的方式来开发，
其实是非常有愿景的。市府表示，中正南线核定了，会赶紧来启动相关的作业。卢秀燕更加向中央来发声，未来会甲中部县市共同争取中正绿线延伸到彰化，捷运延伸到南投，希望亲像湘北捷运同款四通八达。记者台中新竹报道。高雄大寮有凤山水库自来水公司伫民国69年开始第三条的这个水管台伫咧义仁里，也过一个照明里。即马呢要来安这第4条新的水管，却引起地方反弹。里长带头抗议，要求随停工。自来水公司按算要伫咧过年了后开说明会，维护双方的权益。等候恁说明会开线的时阵，吼，恁甲做，敢无？由大寮义仁里里长带头，向水公司的人员抗议，因为水公司要伫遮设置第4条水管，伫遮新水管直径有2米外，遮尔粗，来造成民众惊吓。因为过去就发生过水管瘪起，造成有人过身。发现哦，伊个瘪管吼一台迄个小花菜车啦吼，迄个红阿婆咧卖菜的吼，拢死伫遐。水管的它因为它有那承受的压力，你周遭袂当去起厝啊，水管什么建设都袂使做。地长表示，民国69年开始，水公司陆续伫义仁里甲招宾里来设3条的水管，拢台伫土地。其中2条就伫凤林路的巷仔内。地长讲，遮全部拢是徛家，差不多300户的住户。即马又搁要伫厝头前加带1条，若是发生意外，啥人要负责？阮若甲换掉以后，旧管就废掉啊，就袂经过伊遐的部分。即马换路线就换去较头前这部分，但是这个换的管，伊的管材是生仔管，伊这安全性较悬。遮影响到的是甲要300户，所以阮要求自来水公司来开这个说明会。水公司表示，目前会伫凤山水库附近5个里来设2条新的管线，再者会较永固。未来旧的水管就袂送水，目前工程先暂停。按说旧历过年要开说明会，毋望双边会当沟通协调。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湾的街头巷尾拢是便利商店。根据统计，台湾的超商密度输予南韩世界排第2。卖出的中人的统计讲，这超商上界济是伫咧台北市的林森北路2公里内就23间。台北市中山区的林森北路，人甲车拢真济，伫路林四界拢会当看到便利商店，甚至出现无共牌子的业者，店都直接开伫隔壁，提供民众生活的便利性。比如说你要吃早餐啊，喝咖啡啊，想喝就有啊，想坐下来，朋友来访客都很方便啊，就是很方便。然后可能晚上也可以下来买个宵夜，这样也就很方便啊。天2-3次差不多。卖出中人业者统计，林森北路差不多有2公里长，伫这条路都有23间便利商店，会当讲是超商上界济路段。这嘛反映出这个地头的生活，也有交通机能的便利性，是啥袂少民众来遮住。近1年的交易量，房市的交易量大概有152笔左右。目前的房价均价大概是在66万元左右。设店的时候，他们会去观察附近的人流以及人潮的部分，所以表示林森北路这个地方就是商业的活动相当的繁盛以及频繁。根据统计，台湾超商的密度敢若比南韩较低，排世界第2。尤其是湘北人口密集，亲像伫咧沙丁埔，有一个路口就有3间便利商店，也若当地大个人嘛袂少。便利商店呢，从整个发展过程里面对社区的发展，它是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说，即时购买，所以这个时候呢，便利商店它的家数多，和另外一个和创业也有关，所以这时候会有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商圈，它可能是同一个加盟主，它在这个附近当中也有多个地产啊，或者是它可能加盟多个店面。因为特定商圈或者是区段的人真济，营销专家认为讲，直营店一般拢会锁定这个范围来开设，嘛看连加盟者投资的策略，嘛认为讲，虽然便利商店济，提供生活的便利性，不过这几年来超市甲大卖店嘛真死行，伫咧超商数量较济的地头，厝价无一定会得咧压悬。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草岭石壁的山区，因为有正上万丛的樱花，这几年也变做国内赏樱花热门景点。最近樱花特别开业，公所对2月初10开始举办樱花节，也规划4条交通车路线，欢迎民众做伙来赏樱花。游客行伫咧开甲真旺的Sakura树卡，体验穿日本衫翕相纪念。云林草岭石壁山区种几万丛Sakura，面积有18公顷。
这几年来，成袂少游客来这看萨库拉。根据观光署统计，去年来草岭看萨库拉的超过20万人次。我觉得非常的漂亮，然后而且好像还没有到最盛开的时候，对不对？等它更盛开的时候，一定非常的美。之后会想要带家人一起来这边观光。云林县府文管处表示，最近草岭石壁萨库拉陆续咧开，萨库拉活动会为2月初10到3月初10，主要看萨库拉的所在伫草岭青山白农场、石壁到江心木、美人国等景点。云林县府甲高溪乡公所规划特色游程，是啊，佮通穿日本衫，要互游客看萨库拉有更较好的体验。好，我们来做工，把家乡的环境整理好，把该服务游客的所有的设备，包括卫生设备等等，也会有4条的这个接驳路线啊，那一次呢只要50块，让大家可以非常轻松不要浪费很多时间，甚至做环保，就来到整个我们美人谷、九琼神庙还有青山坪所有的这个樱花的一个场景。文管处表示，这几年来草岭石壁看萨库拉活动，请真侪游客来，定造成塞车。即马加入部分路段有实施交通管制，游客会当利用大众运输，嘛透过过来的单位甲在地社团讨论设置停车场便所，互游客看萨库拉更较舒适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一阵总铺师，逐年过年之前拢会特别传好食料理办尾牙，举办寒冬散暖活动。今年总共找30多位总铺师，准备10项好食的菜色，免费办66地岛，配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弱势族群，互因感受到过年气氛。卤甲入味的卤鸡腿，另外一边的总铺当的煎鱼排，偏介是汤公公。甲烧烫烫的料理放来桌顶，大家一喙接一喙，学了甲会搭字。菜色安怎？好棒啊！菜色赞哦，鸡腿个大鸡啦哈，菜色超水，超好。专业厨师的没有错啊，真的，主办单位办得非常的好，还有晚会。新北市有一间总铺师第一年尾，拢会传好食的买鸡料理，免费煮予有需要民众者。今年总共有30多位总铺来参与，每一道有10项菜，总共准备66道，让大家食办道，感受过年的气氛。回馈社会嘛，做一些公益，提供一些好吃的给一些街边流民吃啊。的话，像有这个冷盘啊，有糖醋鱼啊，有佛跳墙啊。原定是要办理50桌，但是最后因为各单位非常的热情，都超过这募款的桌数，所以总共办理了66桌。我们也动员了30几位的伙伴，一同来办理今天的这个活动。新北市长高虹安参加活动的时指出，新北市在社会福利政策上，今年也特别甲提供予弱势学生的10上百餐券，金额对80块提悬到100块，予学生会当到300间爱心商店使用。感谢社会爱心，地方政府摆用实际行动来协助弱势族群。记者朱君豪新竹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册展伫后个月20举行，这摆计共有5大展区，区别无同款内容。其中伫台湾漫画馆有请到欧洲去的漫画，也佫有用台湾历史做背景的漫画。另外，为着要互囡仔有语言友善的环境，自动主题馆也有台机 Podcast 播送，用真济方式想要吸引民众来读册。掀开册，这是一本台湾出版的网架，以台湾过去淡水进出口地米的历史为主题。另一本也是以本土历史为主题的台湾网架，讲的是日本时期安怎发现台湾原生药草的故事。这个网架拢会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不管是在网络市场上面，或者是国外市场上面，获得市场上关注的台湾内容，带到利用国际书展这样的场合，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或是读者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原来台湾还有这么多精彩的漫画作品。以历史为主题，不只有网架，为了纪念48年前台湾头摆拄到荷兰人，这摆儿童主题馆是以航海为主题来规划，佮配合各款语言的 podcast， 让囡仔感觉真趣味。有郑和的故事，然后呢也有海怪的故事。我们希望让孩子除了看绘本以外，也能够听到，所以它是一个听跟阅读的一个享受。国语频道是苏菲说故事，另外也有台语频道水獭妈妈巧巧话，还有客语的频道
是台湾霸的小黑皮玩台湾。在整个那个台北书展里面，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一个增加，是说大家对一个语言友善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希望出版社如果你有台语的出版，有国家语言的一个出版品，你也可以在现场去贩售。那我们希望就是整个民间团体大家能够动起来。文化部表示，这几年册的销售金额拢伫200亿左右。为了进行亲像台语这款国家语言，文化部也伫台北册店的网站宣传儿童语言优先计划的补助内容。那民间提出的语言应用计划，台语占比达到50%以上，相关通补助100万。记者郭谢慧琳台北报道。世界上的语言无都找到一模一样会当直接对应的语序也个句法。台师大台文系刘成贤教授，长期以来拢是伫咧研究台语的句法。伊表示讲，这就是语言上改变人的所在。就算是华语含台语，也无都直接完全对应翻译。最近有出版一本含台语句法相关的新册，用看故事改编的方式来带大家做伙看台语含其他语言无共款的所在。若要讲台语的句法，大家敢有法度意识到台语和华语的精差？咱来试看卖。像讲，我一边喝水一边看书。我一边啉水一边看册啊，看书拢会使。这句较难，袂晓。有人直接放弃，有人照翻，那是你会安怎讲呢？那阵用较台语开的方式，反洗反做，原来啉水，那看册会较好势，那安怎，这也已经是侪人袂记得的用法。但师大台文系教授刘成贤长期研究台语句法，伊表示世界上找无会当伫数类句法等等完全对应的语言，当然台语和华语嘛无法度。一般过去拢有一个 miss 一个迷思，就是讲，台语就是甲华语差不多啊。其实台语的句法有足侪甲华语无共款的所在，我感觉这是上界别人的所在。为着要互台语的句法用较活泼的方式呈现，刘成贤出版宇宙创地日行间阿嬷含我讲一个外星人，用讲故事改编的方式来带出台语的句法和其他语言的差别。民众会当对主角做伙来思考，这和一般教科书是真无共款。无希望伊变做教科书啦，所以其实内底我并无讲足侪理论，我嘛尽量莫用一寡专有名词。上主要只是要互大家感觉讲，哇，原来这日常生活内底咱咧讲话的时阵，后壁是有一个规则伫咧脑内底咧运作的，并毋是凊彩安怎讲的。刘成贤强调，每一种语言拢有无共款的生长，这都是语言上迷人的所在。这届新册发表会第一场是2月初3，会办伫台南的正大册城，过来伫台北国际册店嘛有打算要安排新册分享会的相关活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1624年，荷兰人对台南上花建立热兰列城，了后400年，因为有历史政治演变，才有今仔日的面貌。今摆有网络团队发起新台湾史运动，结合多本影音创作，要提供教科书以外的台湾史故事，写出台湾人的新台湾史。今年1月13，全台湾的民众共同选择新的总统甲副总统，搁再创民主法典的里程碑。一若回顾台湾过去，自1604年荷兰人登陆台湾以来，这400年来经历过几多变的重大变化。不过，这段历史并不是所有台湾人拢了解。当前地缘政治的冲突底下，其实对于台湾的认识跟理解的需求开始拉高，但你会发现，台湾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对国外很好的介绍台湾的内容。如何拿回自己的一个话语权，向国外介绍台湾，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觉得的当务之急。无论是荷兰人登陆台湾、郑成功、吴下事件，或者是戒严、这款拢是台湾400年来发展的规律。台湾八家故事团队发起新台湾史运动，建立以台湾史为核心的知识平台，整合多文、影音等内容，被呈现出跟教科书无同的台湾历史。史实不能改变，可是视角可以多样化。比如说，我们从海洋的、从原住民的、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制作一个新的线上版的台湾通史，进一步做教育的内容。我们也计划要拍摄一部比较规模的纪录片。台湾的历史从教科书移到了线上，移到了载具，移到了每个人的生活。这件事情的穿透力跟普及性，它不是哪一个政策或哪一个笔预算就可以达到的事情。新台湾史运动有找国内外真侪台湾史的学者来参加，要收集编辑真侪各种角度的历史内容，
团队表示，若是一组顺利，按算伫今年完成网络初步的建立加经过级别动规，希望伫咧3年到5年的时间内完成网站动画片加纪录片等计划，将台湾史带予台湾的民众，也带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隆到新竹对16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2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